為不斷便利跨境人員往來，合作查驗自助通道智能通關，已擴展至青茂口岸及港珠澳大橋口岸、珠澳大廳，實現本澳所有合作查驗口岸嘅全面推行。現時智能通關適用口岸為橫琴口岸、青茂口岸、港珠澳大橋口岸、珠澳大廳。合資格人士使用合作查驗自助通道智能通關時，以刷臉代替刷證，進一步提升通關體驗。適用對象為年滿14歲且已具備使用合作查驗自助通道資格嘅以下人士，持有效嘅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含非中國籍嘅澳門居民；持有效嘅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含非中國籍嘅香港永久性居民；持附有多次有效赴澳簽注嘅往來港澳通行證嘅內地居民；持有效期為5年嘅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嘅台灣地區居民。年滿18歲嘅合資格人士可直接喺合作查驗自助通道上登記。首先喺第一道閘門讀取證件，屏幕將顯示登記智能通關聲明。點擊同意，登記流程即告完成。年滿14至17歲嘅未成年人，需要由父母或監護人帶同未成年人到治安警察局指定服務點辦理同意未成年人智能通關登記申請，並須出示未成年人嘅通關證件及相關親屬關係證明文件。之後，未成年人需到合作查驗自助通道上進行登記，登記流程與成年人相同。特別提醒，使用智能通關嘅人士仍必須隨身帶備實體通關證件，以便喺有需要時配合邊檢人員進行身份核查。